好啦，咁我哋都準時開始啦，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咧由 W Square 主辦，亦同埋 Empower 協辦嘅呢一個為什麼安利是你另一份事業嘅最佳選擇嘅呢一個嘅分享講座。咁我先介紹自己先，咁我叫 Joyce，咁係本身咧都係呢兩個嘅機構嘅創辦人之一啦。咁同時咧，我經營安利呢個生意咧已經十鬆啲嘅時間，即係十年幾嘅時間啦。咁同時你話，我最初係做啲乜嘢嘅咧？咁我大學畢業之後咧，係去咗做一個嘅當然係打工啦。咁啊，同一啲攝影器材相關，咁啊會去啲展覽會。咁之後咧就係覺得我想真係咧讓人生咧多啲豐富嘅體驗，亦都真係想挑戰自己多啲咧。咁就繼而咧開咗自己嘅貿易公司，咁亦都有做下一個嘅波鞋嘅一啲嘅水貨波鞋嘅生意。咁及後咧就遇到安利，亦都係我覺得對比我打工，對比我自己創業咧，我覺得安利真係我一個咧更佳嘅事業機會。咁啊，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相信今日入得嚟嘅大家咧，可能都好奇安利可能已經聽咗好多年啦。畢竟係安利喺香港咧，都已經超過50年嘅歷史。咁安利哇，聽咗咁多年，究竟係間乜嘢嘅公司咧？可能都有啲好奇。咁或者係入嚟嘅朋友，除咗好奇安利係乜，可能就係咩咧？想要賺多第二份收入。咁我相信都唔使講點解而家呢個時代需要賺多一份嘅收入。畢竟咧，即係全球嘅經濟狀況咧都唔係好穩定，甚至乎咧係會有啲悲觀。咁所以多一份嘅收入咧，都真係多一份嘅保障。咁你話咦？如果我真係要多一份收入啦，咁個問題就係我要點樣？我第二份收入嘅來源，其實應該喺乜嘢嘅行業裏邊會好一啲咧？即係如果我同你講話，今日我仲要做菲林相機嘅生意，又或者我做製衣嘅生意，可能大家都覺得，咦，究竟我好唔好再跳落去做咧？仲有冇前景嘅咧？甚至乎可能會覺得，好似健康有得做喎，因為畢竟嚟緊咧人口老化，做護士可能都唔錯嘅。但係有前景，易唔易起步咧？咁起碼你要考翻個牌，要幾年嘅讀書時間。咁好啦，咁我去到睇埋行業容唔容易起步之後，我哋再睇咩咧？點解安利係大家最佳嘅選擇咧？我認為咁咧，因為真係人人可為，意義重大。因為講緊安利已經係60幾年嘅歷史67年啦，已經咁，亦都同時間咧。係100個地區國家都做得到，無論佢係紅種人、黃種人、白種人，定係你話咦，我已經係讀到博士，甚至乎博士後，我係一個企業家嘅老闆，已經億萬嘅身家啦。甚至乎有啲可能只不過係一個家庭主婦，或者一個啱啱讀緊大學嘅大學生，你會發現唔同年齡層、唔同背景嘅人，甚至唔同種族，甚至乎傷殘人士、聾啞人士，佢哋都做得到咧。咁呢件事就係意義非常之重大啦，對我哋嚟講，因為佢係一個驗證咗嘅生意。好啦，但係我哋去翻轉頭，點解要賺到份收入先？係啦，即係我覺得所有嘢去翻個初心，究竟我點解會想賺多一份收入呢？咁我好相信咧，大家其實都係期盼住多一份收入，收入只係或者金錢只係一個工具。其實我哋想要嘅係一個美好嘅生活，幸福嘅生活。咁可能同大家講，幸福美好嘅生活，每個人都有唔一樣嘅說法。咁我自己追求緊啲乜，可能同大家追求緊嘅嘢都唔一樣。咁我哋又睇下咧，科學化一啲。咁咧喺安利咧，咁佢就喺前幾年啦，就同美國史丹福大學咧，就去投入咗1000萬嘅美金，就贊助佢哋做一個嘅研究。係做咩研究咧？就係究竟全世界啲人，佢哋係追求緊健康，唔係呢個追求緊幸福嘅時候，究竟追求緊嘅幸福感裏邊係要有啲咩元素嘅咧？全球嘅一個研究，咁但係當然喺中國內地咧，佢哋亦都咧比較一個重點嘅研究，你就會見到左下角啦。如果喺中國人嘅幸福感，主要咧身體嘅健康啦、壓力嘅調節啦、情緒嘅健康。咁而你話全球咧，總括嚟講就出咗啲6大嘅範疇啦。咁就係左手邊嗰朵花，健康嘅身體。我哋成日講，如果你有好多嘅零嘅身家，但係前面冇咗個一字，其實幾多個零都係零。
係啦。咁而健康嘅心靈亦都真係好需要嘅。我哋亦都我最近有陣時咧，即係去喺條街度行啦，或者搭交通工具嘅時候咧，係咪有啲人都會講電話啊，或者自言自語比較負面啊？我以往咧都頂多一陣先啦，等到落車啦。而家唔係啦，都係走開，係啦，離開幾卡遠，都保護翻自己嘅心理健康，係咪？咁啊，跟住社群嘅聯繫。人畢竟係一個群體嘅動物，咁我哋咧都需要咧係多一啲嘅社群嘅交接。咁但係我哋究竟係喺一個充滿活力嘅社群裏邊咧，還是只不過喺一個死氣沉沉嘅社群裏邊？我相信大家都會有一個選擇。咁再者就係個人成長，即係我哋亦都好希望將自己嘅潛能咧係盡量發揮，或者令到自己 EQ、AQ 咧都可以咧繼續提升到。咁啊，財務自由啦，咁啊令到我哋真係咧可以生活無憂，同埋環保永續啊！我相信咧，即係呢1-2年嘅天氣反常咧，大家都好感受到咧我哋保護環境嘅重要性。咁喺呢6個範疇裏邊，無論大家今日你話，咦，我聽咗呢一個嘅分享，你對安妮嘅睇法係點？或者安妮係咪你杯茶都唔緊要。我覺得呢個練習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就係右手邊個表啦，不妨自己去嘗試下用1至5分評分，去到評價一下自己喺呢6個範疇裏邊。邊一個部分我可以再提升嘅？邊一個部分已經好滿意嘅？係啦，5分係滿分，不如自己咧都可以 cap 低個圖去諗一諗。好啦，咁點解要問呢個問題咧？就因為畢竟我哋去翻我哋嘅初心，其實大家都係追求緊人生，都係追求緊呢一啲嘢。咁我哋點樣令到自己咧真係可以透過一份額外嘅收入，透過一份事業機會，令到我哋可以攞到呢花瓣裏邊嗰6朵花瓣咧？咁咧，我哋又講翻拉遠翻少少，即係我哋真係入正題之前，我都想講下，其實喂點解要多份收入啊？我哋人生有唔同嘅階段嘅，咁我哋講緊咧，我就當去到100歲啊。而家其實 average 平均嚟講咧，男士去到88，女士都去到89噶啦。咁我哋講緊人生唔同階段，0至22、23歲都係咧喺一個學習期。大學畢業啦，我唔當讀碩士或者係呢個博士啦，我就當23歲畢業出嚟，去到30歲左右，我去打工或者去創業或者去做唔同嘅工作，可能都係探索期，去到揾緊自己嘅人生方向啦、工作方向啦、事業方向，真係認真揾錢，可能都係由咩啊？30至到我哋退休，我當65歲退休先，係啦，因為咧而家可能我覺得應該係要延遲嘅，係啦，即係可能去到70嚟緊啊。咁我就當65歲退休。咁但係我哋講緊退休之後，究竟真係退休息個休啊，還是憂慮個憂咧？係啦，咁啊呢個一陣間再講。咁但係人生唔係淨係為咗自己噶嘛。如果講緊追求一個嘅平衡幸福嘅生活，可能我哋都會睇下我哋嘅父母，亦都希望佢哋咧喺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嘅年齡咧，係生活得更好。甚至乎你話，咦，有小朋友嘅時候，我哋希望咧佢喺0至20歲佢成長期嘅階段，俾佢哋更加多嘅關懷照顧。咁而我哋講緊咧，真係睇翻我哋中間嘅條線，30至50歲，正正就係咩？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壓力最大嘅一群，亦都係我哋嘅事業打拼嘅黃金期。可唔可以真係將呢個時間去濃縮，令到咧3代同堂咧都過住一個幸福健康嘅生活咧？咁同埋就係咩咧？令到我哋真係退休嘅時候可以安心享受人生，而唔係憂心忡忡，係真係可以有選擇。你係自己想退休啊，還是被動退休啊，還是退而不休咧？咁就好決定我哋喺事業打拼嘅黃金期裏邊，究竟真係可以賺到幾多嘅收入，令到我哋之後退休嘅生活過得好。咁當然啦，我哋要安心退休要幾多錢咧？咁我哋不如咧真係真實啲，又去計下條數啊！咁啊，我相信咧，大家睇報章雜誌咧都成日計嘅呢啲數。不過我哋又落地啲，我哋講緊柴米油鹽、衣食住行去睇下。嗱，我就比較落地嘅，我就當係租樓咧啊，然之後又要交通啦，係咪？即係租樓我就當1至2個人住啦，即係爸爸媽媽仔女嗰啲我唔理住啦嚇，就當2個人或者1個人。交通嘅咁。
我就當唔買車啦，大家都咁香港咧，其實冇車咧嘅生活都幾好，因為交通非常發達，飲食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講健康咧，其實對於食咧真係要有一啲嘅挑剔喺裏邊，因為我哋食乜嘢就好影響我哋嘅健康。咁當然仲有日常開支啦，我哋有娛樂使費啦，供養父母呢啲都係要嘅。我未講仔女啊嚇，好啦，咁租樓我哋要幾多錢咧？咁我就講之前，我假設嘅歲數係我而家40歲，我會做到65歲先退休嘅，跟住我會生存到90歲嘅，咁即係咧裏邊我仲有50年嘅命嚇，我唔講100歲，我淨係得50年命啫。咁點算咧？咁我就講每個月，如果我要租樓，當市區係一個細細嘅單位，住得比較好少少，可能2萬蚊都唔知得唔得，係啦。有啲朋友可能覺得我唔知價噶啦，係啦。咁一年咁可能就係24萬咯。咁如果我要50年，咁咪12萬咯，係咪？咁交通我就當平均1000蚊一個月，係啦。咁有啲朋友可能覺得譬如好似我咁，因為我住可能黃大仙，然之後我要去旺角去工作嘅地方，咁我嘅使費可能交通唔多，但係有啲朋友可能係港島九龍兩邊走，甚至乎喺新界要出九龍咧，可能來回都40蚊，已經同我講1000點夠啊，係咪？咁但係我就當中位數啦，一年咪12000咯，咁你50年咁咪60萬咁樣咯。好啦，跟住飲食，我就當6000蚊一個月，係啦，一日3餐，咁一餐係出街食。咁你話哇，阿 Joyce 你都真係太唔知價啦，你真係唔知米貴係咪？係啦，咁當住係先啦。咁一年咪72000咯，跟住50年咁咪360萬咯。日常開支水電煤呢啲，而家我哋講緊冷氣費未到最熱，未到高峰期，咁我就當2000蚊一個月啦。真係打得好大嘅折扣噶啦。咁一年24000，咁咪50年咪820萬咯。咁娛樂我就當每個月4000蚊，一年就48000，呢度已經包埋大家去旅行噶啦。OK，好啦，50年咁咪240萬。咁供養父母，咁當我係40歲，佢哋仲有25年去到喺呢個世上嘅。咁如果每個月5000蚊，咁你咪一年咪6萬蚊，咁即係話8、5萬左右咯。咁加埋落嚟，咁咪計下咯。日合共淨係講呢啲數字2130，2100萬咁樣。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生一個小朋友，我就當8、5萬，其實8、5萬真係唔夠嘅，應該係啦。咁因為大家都攋手廣告都嗌400萬啦，係咪？好啦，咁所以加埋我當2200萬。好啦，咁講緊如果我假設間每個月收入係4萬蚊，可以一年完之後再25年，因為我65歲退休嘛，即係做多25年嘅，咁咪即係咧賺到嘅就係1200萬。咁如果我將2100萬減1200萬，即係爭緊幾多錢咧？就係爭緊930萬咯。咁數就係咁樣計啦。咁所以就仲有一條數係好大嘅，係未計係乜嘢咧？就係醫療開支，係啦，真係呢個係唔知嘅因為大家都唔想有重嘅醫療開支，但係未來就要睇大家究竟可以投資平日嘅投資健康，擺咗幾多心思落去俾自己嘅健康啦。好啦。咁講緊，喂，真係咁大個 gap 900幾萬，咁點算咧？咁所以亦都講咗點解話真係要多一份嘅收入。香港人尤其是好長壽已經全球最長壽嘅地區之一啦。咁最長壽添直情係咁所以，但係你話長壽其實冇乜問題嘅，最緊要係乜嘢咧？長壽要健康，如果唔健康咧，後邊嘅醫療開支就更加冇得計，係咪？咁同埋就係夠唔夠錢養老咁所以我哋話長壽，但係最緊要有錢有健康。咁如果呢兩樣嘢都有嘅時候，你幾長壽命其實都冇乜所謂，係咪？最緊要行得、屙得、瞓得、走得、食得完之後又有錢使。好啦，咁但係我哋解決咗點解我話要多一份嘅收入？莫講話而家嘅經濟環境，咁但係我要揾多一份嘅收入嘅時候，其實個收入我應該個來源係嚟自邊一類型嘅收入咧？咁大家唔知有冇聽過 Robert Kiyosaki 富爸爸窮爸爸嘅作者啦？咁佢就寫咗人生嘅收入咧，嚟自於4個範疇。咁左手邊嗰兩格咧，大家應該都係經常性，我哋講緊全球90%嘅人口都係噶啦，一係就打工。
一係就自僱。自僱當然而家好多 freelancer 啦，係咪？咁自由工作者啦，亦都有係咩咧？其實醫生啦、會計師啦、律師都係屬於自僱嚇，因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醫生佢今日要放假去旅行啦，佢冇開業，但係診所啦、人工啦，係咪都要照出？但係佢係零收入，唔係零，係負收入。咁所以呢邊嘅人咧，都係手停口停。但係右手邊企業老闆同投資者講緊佔咗全球人口大概10%，但係90%嘅收入都喺晒呢班人度咁所以講緊，如果我係真係諗緊我嘅收入嘅時候，究竟我係咪再去打多一份工，或者係再接多幾個 freelance 去做，令到我收入增加咧？咁但係呢邊就會落咗去手停口停。所以當我去睇呢個圖嘅時候，我希望如果我真係賺到一份收入，我希望嘅咩咧？我可以由企業老闆或者投資者。咁但係當然投資者你要夠錢，但係你咪做投資者咪幾好咯。但係未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做企業老闆，咁我有乜嘢選擇咧？好啦，咁我哋又借助一下咧一啲成功者嘅思維，譬如呢位叫做查理芒格，咁就係巴菲特嘅軍師，即係股神巴菲特嘅軍師啦，投資好出名。咁佢講嘅係咩咧？佢就話你一定要知道有啲乜嘢係可以自己做到，有啲乜嘢其實自己係做唔到嘅。當個概率即係機會率唔係企喺我哋嗰邊嘅時候咧，就唔好賭啊！即係你真係咧有機會係輸錢。咁所以佢講緊嘅就係個機會率究竟有幾高去成功咁除咗呢一個嘅講法，其實譬如大家呢三個人應該都認識嘅，分別有馬雲、馬化騰同埋雷軍，佢哋講緊成功靠嘅係乜？咁我哋又開估啦。阿馬雲講係成功就係咩咧？係靠運氣跟住馬化騰即係微信嘅嘅老闆啦，咁係咩啊？都係靠運氣。雷軍就小米嘅老闆啦，都係講靠運氣。我簡直第一次睇到呢個圖嘅時候咧，我係對自己產生一個疑惑，係啦，因為佢完全即係我覺得好多人都係咩成功應該係靠勤力，但係佢哋話唔係喎，靠運氣係啦。跟住再睇雷軍有一句名言嘅，就係講過，只要站在風口上，豬都會飛。就係講緊究竟你而家呢個時勢係咩時勢咧？咁而頭先講芒格啦，佢都講，如果你要釣魚，應該去有魚嘅地方去釣。咁巴菲特亦都講過，運氣係成功嘅關鍵。其實佢哋講緊有魚嘅地方要有運氣，要係風口，都係講咩咧？時勢。而呢個時勢就係咩咧？好似阿張瑞敏咁講，冇成功嘅企業，只有時代嘅企業。就係呢個時代，你而家做緊嘅呢個行業，究竟係咪一個趨勢？咁如果係嘅，咁你個運氣就好好，你嘅機會率成功嘅機會率就會高。好啦，咁而家個窗口個風口或者個趨勢喺邊咧？我相信大家呢度呢幾個範疇咧，應該都成日聽嘅呢幾年，物聯網啦、生物科技啦、新能源啦、人工智能啦、雙碳。咁大家聽完好似睇落去隻隻字都識嘅，但係問你呢個行業究竟做緊啲乜，可能又未必好講得出莫講話我要叉隻腳落去咧，去接觸去做呢個行業啦。但係左上角大健康呢個範疇，我相信大家即係點講，健康一定唔陌生，係啦，亦都係咩咧？同我哋嘅日常生活係息息相關。所以如果講呢一部裏邊嘅幾個行業裏邊嚟講咧，我絕對覺得大健康市場咧係人人可為嘅。好啦，咁我哋就睇下，如果我講緊要揾多份事業，我揀嘅行業就係做大健康，我就係要做企業老闆啦。好，咁我就睇健康呢個規模呢個行業嘅規模有幾大咧？咁咧呢度大家會見到最底個行啦，都有寫住2030健康中國規劃綱要。咁就係因為喺2016年嘅時候咧，中國政府咧就提倡咗係要去到2030年，全中國嘅人民嘅健康素養，佢哋對健康嘅觀念要大幅度提升，令到咧唔好做呢個東亞病夫咁當年2016年咧，估計係16萬億嘅呢一個嘅產業規模，但去到23年前幾年咧，已經係將呢個規模提升到29萬億。咁即係話呢個產業好大，
咁當然呢個產業係有唔同嘅範疇，譬如大家可能穿戴嘅一啲手錶啦，計下你嘅心跳啦，又或者一啲旅遊啊、醫療旅遊啊呢啲等等都係。咁但係另外一個好大嘅範疇，今日同大家講嘅就係同我哋嘅健康日用品好有關係嘅商機。咁但係你話，咦，係啊，個規模好大啊，咁關你哋安利公司咩事咧？咁咧一陣間會再講嘅。咁但係我再加多少少就係人口老化。其實香港嘅人口老化咧，你見到2049咧係每3個人就有1個人65歲，亦都係全球最老嘅地方。喺2050年咧，香港係全球最老嘅地方，真係好恐怖。其實個數字，而老年化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慢性病咧，亦都會預測係會越嚟越高。咁所以喺醫療啊，同埋呢一個嘅健康產業上面咧，絕對咧係一個非常之大規模嘅產業。好啦，咁同安利有咩關係啊？頭先講嘅，咁就係因為安利同埋中國政府嘅合作非常之密切，亦都係咧推動成個健康中國咧呢個國策裏邊最重要嘅其中一個商業機構。咁大家會見到咧，因為中國頭先講2030年嘅呢個健康中國嘅規劃綱要咧，佢哋每一年都會做一個啟動儀式嘅。咁2025年你會見到呢一個版面。係最右手邊，你會見到譬如有呢個中國醫院嘅協會嘅副會長啦，或者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嘅司長啦，跟住右二女士咧就係呢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嘅副主任，跟住黃培安亦都係咧呢個嘅全國嘅政協啦。但係你話咦，右邊呢3個都係國營嘅機構嚟嘅喎，咁唯獨就係左手邊呢一個嘅外國人。就係安理全球嘅行政總裁 Michael Nelson。咁咧站台咧，大家會見到呢一個嘅呢張相就係咩咧？全部都基本上係政府嘅官員啦，或者一啲嘅機構嘅代表，唯獨是2個係商業機構，一個就係頭先講 Michael Nelson 一個外國人啦，另外就係白色衫嗰位女士就係余放，係中國安理嘅總裁。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安利公司同埋中國政府係一齊推動緊成個健康中國亦都咧係會協助中國咧推廣呢個健康嘅素養。所以呢一個嘅合作亦都咧係除咗中國，好相信嚟緊都香港，因為香港咧早1個月都唔夠啊，應該係上個月頭就出咗個報告係咩？全香港有一半嘅人都肥胖，然之後衛生署咧就已經開始部署唔同嘅活動或者係教育，令到大家提升我哋嗰個嘅健康水平。咁所以咧講緊我哋嘅影響力咧，絕對有喺呢一度。咁同時間咧，安利公司亦都係參與咗2次中國嘅十三五規劃。咁一次就喺2016年咧，就做呢個農業嘅重金屬嘅防控。咁第二咧就係2019年嘅時候咧，就係做呢個中醫藥嘅現代化、科技化、標準化嘅研究，係唯一一間跨國公司。唔好忘記我哋一間美國公司即係中國政府揾一間美國公司去做2次嘅重點研發，亦都同時間係唯一一間保健品嘅行業咧，去到協助做呢一個嘅研發。咁亦都同時間，我哋喺2015年咧，就喺中國嘅無錫設立咗第一個嘅中草藥有機種植嘅研發中心。同時間呢間嘅研發中心係安理公司全資擁有，但係同時間係國家重點研發項目嘅實驗基地。講緊係安理嘅呢個實驗室係會俾中國中科院嘅院士啦，唔同嘅研究人員咧一齊去用呢個實驗室去做唔同嘅實驗咁所以我哋喺2024年嘅時候咧，亦都有幸再去參觀過咁呢個咧都係代表到，如果你話覺得嚟緊未來中草本係一個好大嘅市場，絕對係要同安利公司合作。咁頭先講咗健康嘅市場，好大有得做無論喺政策層面，公司都好有實力咁呢間安利公司究竟係一間乜嘢嘅公司咧？我哋睇下啲背景。咁咧係1959年美國密西根州亞達城去創立，就係溫安樂同埋迪維士先生創立。咁所以去到而家咧，講緊已經有67年嘅歷史啦，接近係啦。咁同時間你話哇，67年意味住咩？歷史悠久。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父子2代咧係
做過3屆美國商會主席。美國商會講緊超過100萬嘅公司，咁但係都係推舉佢哋去做主席，推舉咗3次，證明佢哋嘅人品好，佢哋嘅商界影響力非常之大，同時佢哋嘅誠信度高。因為我成日講，我哋唔係喺度淨係賺快錢，係賺細水長流、世世代代嘅被動式嘅收入。咁一間公司嘅誠信對我哋嚟講就非常之重要啦。咁而咧，安利公司嘅使命係咩咧？Helping people live better and healthier life，係讓人過到更健康、更好嘅生活。咁你話哇，背景就知啦，咁佢經濟如何先？佢嗰個嘅實力，咁我哋講緊咧，即係而家前提係大家都知呢幾年疫情完之後，而家嘅政局嘅環境都係全球嘅經濟衰退下，但係你會見到內地由2021年去到啱啱2025年咧，講緊咧係連續5年增長，而平均增幅係6%。香港係連續即係由社運啦，去到疫情，去到而家係連續8年複合增長，已經係2.7%。即係我想講嘅係，如果喺呢個大嘅經濟環境比較差嘅情況底下，我哋仍然可以咁樣嘅增長率咧，絕對呢個生意才剛剛冒起，真係啱啱開始嘅事業嚟嘅啫。咁點解咧？就因為健康嘅產業，除咗左上角扭出來係我哋講緊營養補充品，我哋有自己嘅有機農場去到做營養補充品啦。咁對我哋嘅健康好，我哋有運動營養嘅系列。另外就係大家可能係刷牙啦、洗面啦、沖涼，我哋用嘅產品係咪都唔想有一啲嘅化學劑殘留喺我哋皮膚，再經我哋皮膚吸收？甚至乎你話哇，我洗碗啊、洗地，我唔想吸到一啲嘅化學劑，或者都係咧一路踩住個地板，然之後我啲毛孩又踩住個地板嘅時候，又吸咗啲化學劑，呢啲都唔想。但係我哋講緊我哋嘅產品都係天然，甚至乎係純素。咁煮嘢食嘅炊具會唔會釋放重金屬咧？我哋飲水，我哋呼吸嘅空氣會唔會可以做好啲嘅過濾咧？呢啲所有嘅產品450種都係同我哋嘅健康息息相關。正正我哋而家嘅產品時就係提供健康嘅解決方案咁好啦，咁我哋講咗少少嘅產品，今日唔會深入嘅，係啦，因為俾個概念大家。但係好多時候一講到直銷或者一提到安利，大家就會同一啲可能係咩金字塔陳亞飾有啲關係。咁但係肯定嘅一樣嘢係咩咧？我哋已經係有100個地區國家都係可以合法經營安利嘅業務，除非你話嗰100個地區國家嘅政府機構嗰個嘅層面都係唔留意到話原來呢個嘅商業模式係唔合法咁但係合法經營嘅話，肯定佢係有一個好好嘅商業喺裏邊嘅模式嘅制度喺裏邊。咁而我想講咧，係非常之公平嘅一個嘅制度嚟嘅。打個比喻，如果我今日識得營運呢個生意嘅時候，我做到一個叫鉑金，即係最左手邊嗰個字，係啦，咁你會發現咧個收入大概係40至50萬嘅年收入。咁完之後，我自己識做呢個生意，我教識阿 B，佢都識營運呢個生意，而阿 B 佢係教識到3個人，咁我哋就叫做翡翠，咁就係咧有80至100萬嘅年收入。然之後阿 B 教識咗阿 C，阿 C 就話：哇，與其教3個，我不如一次過教識6個朋友都識營運呢個生意，令到大家都賺到收入嘅時候，佢自己亦都賺到150至到200萬180萬嘅收入。咁講緊咧，你會見到先後加入咧係唔影響你嘅收入，絕對咧你話之後加入嘅人，佢係可以嘅收入咧係超越前者都得嘅。講緊真係多勞多得，邊個最勤力賺嘅錢就越多。但係阿 A 譬如好似我咁，我唔會話哇，我會唔會被新人取代咧？又唔會嘅，因為如果我見到阿 B，原來我教多2個朋友咧，佢識營運呢個生意，我亦都可以個收入提升咧，我又可以咧。教識嘅時候，我亦都可以變做翡翠咁所以亦都唔會被新人取代。咁亦都係咩咧？最右手邊啦，可以建立資產性可承傳嘅收入。意思係咩咧？不如俾個真人嘅故事大家。咁呢位咧叫做陳寶玉女士，咁佢係馬來西亞人嚟嘅。咁1993年嘅時候咧，佢就係做到頭先講嘅一個叫做鑽石嘅業績啦。咁就大概賺到16萬馬幣，即係折算33萬港紙。
不過好可惜咧，就係佢當年咧去93年嘅時候咧就意外離世，但係佢當年未結婚，未有小朋友，咁所以咧佢嗰份嘅收入就由佢阿哥同阿妹無條件咁繼承。乜嘢為之無條件？就係佢阿哥同阿妹都冇經營呢個生意，亦都唔需要用產品，亦都唔需要有任何同安利嘅接觸，佢哋只係需要咧接咗佢嗰個收入嘅啫，係啦，即係喺銀行收佢哋嘅收入。好啦，所以點解咧？最後佢就公布咗由93年去到2012年嘅呢一段阿陳寶玉小姐所留落嚟嘅一個嘅收入，俾到佢哋成家去到享受嘅收入。咁啊，所以大家會見到，哇！嗰19年佢嘅總收入都超過100萬1000萬港馬幣，即係2000萬港紙。我成日話我生勾勾嘅人，我都賺唔到2000萬港紙，呢個死咗嘅賺到2000萬港紙，係啦。咁而佢嘅哥哥咧都過咗身，咁所以由佢阿哥嘅仔，即係佢個侄啦。繼續咧就繼承住佢呢一筆嘅資產，就右下角嗰張圖啊，咁所以佢亦都寫咗一段文章，佢就話 Emily 呢個生意真係可以傳承俾你下一代。咁大家想象一下，每年講緊係200幾萬嘅收入嘅時候，就等於你每一個月可能你租緊一層17萬嘅樓租金收翻嚟，咁即係話你後邊嘅資產已經係超過1億嘅資產喺身。你叫我賺1億，儲到1億易唔易咧？未必易，但係透過做呢個生意嘅時候，你發現你嘅資產值可以係等同呢個資產。咁咧，所以喺佢嘅個案裏邊，我哋會見到離世之後個收入仍然可以持續增加，甚至乎可以世代相傳嘅資產啊。咁所以當我去到諗，頭先講 ESBI 4個象限裏邊，咁我哋就絕對喺呢個個案裏邊會見到，我哋絕對係做緊一個企業家。好啦，咁當然咧，呢一個咧就係安利公司嘅所有嘅獎金嘅來源啊，嗰個分成咁樣點樣計？咁但係當然今日就唔會同大家講，你話想了解多啲，問翻你嘅朋友，佢絕對係一個滾雪球嘅事業嚟嘅。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啦，咁聽完幾好，究竟要幾多錢啊？呢個生意咁就係咩咧？380蚊，380蚊港紙就已經可以啟業啦，亦都同時間即刻送翻380蚊嘅優惠券俾你，冇門檻嚇，因為380蚊，我相信大家都唔覺得係啲乜嘢大嘅門檻啦，冇壓力啊。咁我哋會話哇，會唔會俾人捉數啊？Sorry，我哋係唔會捉人數，亦都捉唔到，因為我哋唔係出糧嗰個，係咪？唔係你老細啊嘛，係啦。咁亦都唔冇，應該係冇存貨壓力嚇，因為呢個係自由企業，你想做幾大嘅生意，你想做跨國嘅生意，定係你話我只係用好少嘅嘢，全部你自己決定，係啦。咁啊，亦都係禁止囤貨，絕對不容許囤貨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好放心去到經營。同埋我想講多一樣嘢就係，你諗下有冇任何一樣生意或者工作，你可以今日一去到參加完之後，下一秒你已經好做生意。點解講下一秒你已經可以做生意？就因為我哋而家全部咧都係可以喺網上經營呢個生意，咁所以你撳個掣，俾條連結你個朋友，你個朋友自己參加完之後自己買產品，佢就已經開始係你就已經開始有唔同嘅呢個消費網建立緊啦。咁亦都頭先講啦，100個地區國家都可以經營。咁以我自己為例，我已經係開緊美國啦、加拿大啦、英國啦嘅市場同埋中國嘅市場。咁但係我係未去過加拿大嘅。但係因為我哋有唔同嘅朋友去咗加拿大嗰邊，有可能移民咗過去啦。咁佢哋亦都會咧喺嗰邊去開展呢個事業嘅時候，我哋亦都開始咧開拓我哋嘅全球化嘅事業。所以我哋只係一種能力，就係香港我哋學好點樣經營呢個生意。全球發展都得，但係你諗下，如果我真係自己做傳統生意，我可唔可我自己喺香港做，我喺隔離河喺澳門或者去深圳開一檔生意都好難，因為法規唔同，又要重新再開始。但係安利已經幫你處理好晒呢一啲所有嘢啦。咁所以安利就已經係有一個好雄厚嘅實力，你所有最使錢嘅科研啦、物流啦、呢個 marketing 啦，全部佢哋做晒，倉存佢哋做晒。咁我哋就係咩咧？我哋有團隊、有系統，有人教、有人幫，令到大家我真係想喺度發展，我會學到點樣識做。我亦都有系統可以用到，令到我可以時間倍增。
亦都可以人才倍增同埋全球化去發展我哋嘅生意。所以安利我哋講緊係做一個穩固嘅消費市場，亦都係做一個人才網絡，咁就可以做到咧世代相傳嘅永續保障。咁咧，終的來說咧，我哋話我哋真係用一個健康解決方案同埋美好生活為導向嘅創業平台，只係做咩咧？管理好我哋自己嘅健康，成為產品代言人、事業代言人，然之後幫身邊嘅人改善健康，跟住幫更多嘅人成就健康產業。呢一樣嘢絕對係人人可為，意義重大。咁咧，亦都可以真係咧，令到大家攞到呢個健康幸福生活嘅六朵花瓣。呢六朵花瓣咧，我今日再唔演繹多一次。你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cap 個圖去自己逐個去到睇啦。咁咧，我想喺呢度咧係播多一個嘅分享，咁就係由吳曉波先生，咁佢咧喺國內一個好知名嘅研究商業模式、商業系統嘅一個記者啦。咁佢究竟點樣剖析安利呢個商業模式呢？不如聽一聽佢嘅分享。大家知道我是做公司研究商业模式研究的，我专门研究过全球的直销和安利的模式。其实我挺喜欢直销的，因为你直接面对消费者，所以你必须要保持足够的信任和足够的诚实和优质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直销能够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2024年的今天，我们发觉说安利重新回到了高速成长的通道上，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安利做对了什么事情？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安利的战略洞察力。他从一个直销公司突然间去研究这个美好生活之花，他突然发觉说，我原来是做一个产品来满足消费者，怎么样？他现在是问大家说，你们需要什么，在哪个部分我可以帮到你，我可以给你贡献。他成为了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发掘者。那么第二个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是我安利所最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东西？健康食品。过去几年安利 all in 在哪里啊？all in 在个叫大健康，它在健康食品和健康用品的赛道上，这个血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第三点呢，安利最具有革命性和创新性的是，它完成了整个商业模式转型，由直销模式变成了今天的社群模式。安利的今天的社群模式可能是最具有效率的一种，它非常奇妙地完成了一种生活理念和商业模式的一种闭环。场景是需求的灵魂，解决方案取代产品销售。它不再以产品为中心，它以人为中心，人成为所有产品和社交的终极节点。而且安利还给所有的社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级的服务，让我们自己变得很美好，然后呢，让我们的朋友们也变得很美好，所以这样社群就能够被持续。所以我在安利得到了最大的一个启发是，它在新的社群形成了一种价值主张，你不需要用一种陌生的方式去获得那些商业的成功，获得你的商业的利益，有没有？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是商业最善良的一部分。就是让你变得很美好的同时，顺便呢，你能赚点钱。这个是今天安利的董事长于放总，我们看到安利在他的领导下获得了一个新生。他说，我们要不跟风，一定要向内求，看回我们自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因人需求的变化，找到实现初心的路径，通过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帮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获得健康美好的生活。这就是可以实现我们初心的一条新路径。安利就是在这条新的路径上，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绽放。第一，它要符合这个国家的国情；第二，它要符合这个时代的需求；第三，它要得到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消费者极大的呼应。所以我觉得过去几年，安利和我们每个人都在实践这5个字，叫做美好正当时。让我们未来和安利一起，在我们每個人的美好生活道路上越來越好，越來越綻放。謝謝大家。係啦，我想講嘅就係成個嘅就係呢健康幸福生活之路上邊咧，大家真係可以咧，透過安利，我哋就俾到一個解決方案，令到大家真係可以喺呢條路上面綻放。咁而後邊咧，吳曉波咧，亦都同余放即係有一啲嘅嗰啲叫對談裏邊啦，我就節錄咗出嚟。咁佢就話其實安利就係將咩咧生意
或者你理解為工作啦，有啲朋友可能啊對生意好似有啲驅緊咁樣，係啦，咁可能工作就係同生活同埋生命，我哋就將佢 blend together 融合咗一齊，再唔係一個切割分離嘅狀態，咁係令到我哋咧將生活變得更美好。咁咧，亦都希望大家真係可以透過住安利呢一個平台，令到大家係咩？忠於自己，真係忠於自己嘅選擇，而唔係咧係俾其他人支配住我哋嘅人生，亦都係利於自己。呢個唔係講緊淨係自私自利，而係講緊利於自己嘅健康，令到自己嘅健康更加有活力，同埋優於自己，令到自己成為更優秀嘅自己。配合一啲嘅時間，就可以令到我哋未來咧有更好嘅安全感喺裏邊，係啦。咁啊，所以最後咧就係，如果你今日聽完我嘅分享，你覺得，咦，我都想了解呢個健康解決方案，美好生活為導向嘅一個創業平台，究竟我點樣可以咧去落地去到實踐一啲嘅嘢出嚟，或者究竟中間有啲嘢都想問多啲喎，咁歡迎咧大家約翻你嘅朋友，俾連結你嘅朋友去了解我哋有一課叫做跟巴菲特學財商，建立健康同財富雙複利系統，點樣令到透過安利呢個平台，令到我哋健康同財富一齊去到增長呢？亦都真係咧透過去攞到我哋自己嘅 peace of mind 呢。咁咧我嘅分享今日就去到呢度，咁咧希望咧喺嚟緊唔同嘅活動裏邊，或者喺我哋嘅中心裏邊會見到大家嘅。咁今日就去到呢度啦。